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Irene。今個月我自閉症嘅仔終於考完會考啦。我個細仔琪琪大概係3歲嘅時候評估為中度自閉，當時醫生安排我哋輪候特殊學校，我心裏邊好難過，覺得個仔咁可愛，點解會係自閉嘅呢？當時日子並唔容易，成日都要去治療同埋訓練。有一日我攬住個仔祈禱，神啊，我知道你將琪琪賜俾我哋，你一定唔會唔理我哋㗎。無論個仔係自閉或者正常，天父同埋爸爸媽媽都會一樣咁愛你。嗰個時候個天就好似開咗咁樣，我嘅心情就突然間覺得舒暢，同埋覺得好平靜。我唔再強求一啲我哋冇嘅嘢，我帶住兩姊弟周圍去玩，去公園啦，去海灘啦，去行山啦。因為輪候特殊學校其實都需要2年嘅時間，咁嗰2年呢，我哋就喺普通嘅幼稚園裏邊返學。2年之後，幼稚園嘅老師竟然話俾我聽，琪琪喺學校嘅生活大概都跟得上，所以佢哋就寫咗一封信俾我呢，通知政府呢，就唔需要繼續排期呢個嘅特殊學校，而我哋呢，就由一個叫做 S 位，即係特殊學校位，改為 E 位，即係早期訓練中心。當時讀 E 位，即係話一個星期大概有幾個朝頭早，我哋好似去補習咁樣去做訓練，包括係物理治療訓練啦、職業治療啦、言語治療啦嚇。咁另外下晝咧就會翻嚟主流嘅幼稚園繼續翻學。終於過咗3年嘅幼稚園生活，入小學之前我哋要再去評估。我哋今次諗應該評估出嚟嘅結果冇咁差啦啩？點知醫生竟然同我哋講，佢都係建議我哋去特殊小學會好啲，因為佢嘅言語能力根本追唔上。當時醫生就同我講，佢話家長，你一直都係讀主流幼稚園，可能你都係想試下去主流嘅小學，不過我話俾你聽，小學3年班你一定撐唔到落去。當時我心裏邊咁諗，如果我真係撐唔到落去，我再翻出嚟特殊嘅小學，其實都係可以嘅。結果感謝主，上到小學嘅時候，我哋由小1去到小6都係讀精英班。當然6年嘅小學生涯並唔容易，我哋每日都好似打仗咁。嗰日能夠翻到學已經好開心。琪琪只要嗰日有啲咩唔順利，例如唔記得咗帶水，或者唔記得咗帶功課或者手冊，佢都會喊到崩潰，唔肯入學校。有陣時同佢掙扎之間，仲試過跌親添。記得12歲之前，我哋6次因為跌親入急症室，下巴都縫咗2次針。感謝主，到今日佢冇毀容，冇變成殘疾，其實已經係神蹟。當時我哋只能夠帶住神俾我哋嘅盼望，繼續前行。當然大個咗啲，有再好啲，但係總會有一啲嘅唔順利嘅事發生，佢就即刻喊到失聲，喊好耐都唔肯離開嗰度。當時偶然都會有人提醒我哋，自閉症係永遠都唔會好㗎。我哋聽到嘅時候，心裏邊都沉一沉。但係我哋因住耶穌俾我哋嘅信望愛，我哋每次崩潰之後又重新振作。醫生話佢小學3年班，我哋一定撐唔到落去。呢一句說話令我一直戰戰兢兢，嚴陣以待。嚟到3年級，終於揭曉啦。結果琪琪係3年級再度評估，評為數學之優嘅學生。喺小學至到中3呢個期間，攞咗20幾個獎項，最後升上 Band 1嘅中學。佢之優嘅部分包括音樂同埋數學。中4嗰1年，
因為我哋發覺佢嘅英文明顯比中文好好多，於是我哋就轉咗國際學校。有一首歌叫做《雲上太陽》，歌詞係：無論是住在美麗的高山，或是躺臥在陰暗的幽谷，當你抬起頭，你將會發現主已為你我而預備。雲上太陽，它總不改變。神一直都冇改變，一直都喺我哋身邊。每一個小朋友喺佢嘅成長期都好唔同，評估就好似一次考試咁樣，一次考試嘅失敗並唔等於永遠嘅唔合格，因為其實好視乎當日嗰個情況同埋評估嘅標準。帶住小孩子嘅生涯真係唔容易，跌跌碰碰，總會遇到唔同嘅困難。最後，我想用一句金句同各位家長共勉之，就係腓立比書3章13至14節。經文話：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標竿直跑。假如有一日你嘅小朋友遇上評估嘅分數未如理想，千祈唔好灰心，話俾小朋友聽，因為耶穌仍是嗰一位最愛你嘅耶穌，爸爸媽媽依然係嗰一位最愛你嘅爸爸媽媽。